号称蚊虫克星的植物，长在农村水沟旁边，有特殊的味道，挂在窗户，蚊子就不敢来了。草地状元那个节目，黄西田先生呢，他是抹那个芝麻油，抹芝麻油啊，抹麻油、烧麻油啊，也是很有效呢。蚊子也是怕那个芝麻油的味道呢。这种草也有这种植物也有味道，特殊味道，蚊子也会害怕那种，讨厌那种味道。农作物驱虫呢，也可以用那个耐丸呢，草丸呢，用网袋包着，放在那个根附近，或是挂在那个枝干呢，靠近土、靠近地面。有些虫啊，有些菜虫、什么虫、昆虫，闻到那耐丸、草丸，就像樟脑丸那种味道就跑掉了。